相信咧好多人都聽過電車難題，甚至乎可能會覺得，哇，又講呢個，聽咗好多次咯。咁但如果我話俾你聽，佢嘅原意咧，其實唔係喺度問一個5條命 versus 1條命嘅道德數學問題咧，甚至如果我話俾你聽呢一個關於電車嘅故事，其實係為咗討論一個更加敏感、更加棘手，甚至去到今日都喺度嘈嘅議題——墮胎呢。大家好，我係 Kat， 今日我哋會睇嘅係電車難題嘅出處——英國哲學家 Philippa Foot 嘅墮胎問題與雙重效應原則 The Problem of Abor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或者咧，我哋都先簡單咁介紹一下呢個電車難題啊。大家常見嘅版本咧，應該係咁樣嘅。你咧就企喺一條鐵軌嘅旁邊，手邊咧就有一個操控桿，遠處咧就有一架失控嘅電車，就好似不受控制咁樣衝緊過嚟。喺原本嘅路軌上面咧，就綁住5個人，咁佢哋喐唔到嘅，係咪？佢哋好快咧就會俾電車剪過噶啦。而另一條嘅備用軌道咧，又綁咗另一個人。而家咧，你可以決定去拉嗰個操控桿，令到個列車由原本撞5個人咧，轉去另一條被動軌道撞1個人。但如果你真係咁樣做咧，咁喺備用軌道上面嘅嗰個人咧，就會被剪過啦。唔知你又會點樣揀呢？你會選擇拉嗰個操控桿啦，定係唔拉嗰個操控桿呢？不過喺 Philippa Foot 嘅原初版本咧，其實你咧就唔係鐵軌旁邊嘅旁觀者嚟嘅，你原本咧就喺呢架失控嘅車上面，你正正就係電車嘅司機。Philippa Foot 設計呢一個思想實驗嘅目的咧，原本其實唔係要討論應唔應該殺1個人嚟救5個人嘅，佢其實想問嘅係點解有啲時候我哋可以犧牲少數人，但有啲時候我哋又唔可以嘅呢？讓我哋將時間拉翻去1960年嘅時代，當時咧 Philippa Foot 寫呢一篇論文嘅動機，其實係要釐清一個非常具體嘅道德困境，嗰個就係墮胎啦。特別咧係針對羅馬公教，即係天主教會啦嘅立場嘅。咁我哋都知道啦，天主教會係堅決反對墮胎嘅，而佢哋嘅邏輯咧係好簡單嘅。胎兒咧係一條無辜嘅生命嚟嘅，而殺害無辜喺任何情況之下咧都係不可能被允許嘅。但係現實咧總係相當殘酷嘅。現代醫學話俾我哋聽，有啲時候如果唔進行墮胎或者流產手術咧，咁個孕婦就會死噶啦。但如果進行手術，咁個胎兒就會死。呢個時候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天主教會喺呢度遇上咗一個好巨大嘅兩難。如果絕對地不能殺人，咁係咪即係話連切除子宮癌呢一種手術都唔能夠做呢？因為呢一個手術都會導致個胎兒死亡啊嘛。咁係咪即係我哋要眼白白望住個孕婦去死呢？為咗令到教義能夠運作，但同時咧又唔違背不可殺人嘅天條，嗰啲天主教嘅神學家咧就用咗一套非常精細，甚至有啲似走法律罅嘅邏輯工具，叫做雙重效應原則 The Doctrine of the Double Effect。 呢一個係咩意思呢？簡單啲嚟講，雙重效應原則認為我哋喺做一件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要將意圖同埋可預視嘅後果咧區分出嚟噶。呢兩樣嘢喺道德上係唔一樣嘅。呢個原則話，如果你想做一件善事，例如救人咁先算啦，而同時你又預見得到呢一個行動其實會帶嚟一個唔好嘅結果噶，例如可能會有其他人受傷嘅。咁只要呢一個唔好嘅副作用唔係你原本嘅目標，咁嗰一個就唔係你用嚟達成目標嘅手段，咁你嘅行動咧就依然係道德嘅。但係我哋絕對唔能夠為咗達成一個好嘅目標而直接地有意圖地去做一件壞事。可能你聽完都唔係好知我講緊咩嘅。Foot 咧就喺論文裏面用咗2個經典嘅醫學案例咧嚟解釋呢一個原則。
第一個案例咧係切除子宮。假設一個孕婦嘅子宮咧就有一個惡性嘅腫瘤啦，如果唔切除咧，咁佢就會死噶啦。咁切除子宮咧係會導致個胎兒死亡嘅。根據雙重效應原則咧，呢個醫生都仍然可以切除個子宮噶，因為醫生嘅意圖係切除嗰個癌細胞嘅部分嚟救嗰個孕婦。雖然醫生係100%預見得到呢個胎咧係會因為呢個手術而死噶，但嗰個咧只係手術嘅副作用啫。個醫生咧其實唔係真係想殺死個胎嘅，而個胎嘅死咧亦都唔係救個孕婦嘅手段嚟噶，係嘛？即係就算個胎就冇死到，其實只要手術成功咁都 OK 噶嘛。咁所以咧呢一個手術係被允許噶。而另一個案例係破顱手術。呢一個咧係早期醫學會遇到嘅一個好慘嘅例子嚟噶，例如遇到個孕婦難產啦，咁可能個胎嘅頭太大啦，就棘住咗。如果唔將胎兒嘅頭部壓碎再取出呢，咁呢個孕婦就會死啦。根據雙重效應原則，醫生係唔可以做呢個手術噶，即使個結果同樣都係要救個孕婦。但係喺呢個手術裏面，個醫生咧係直接攻擊個胎嘅，佢以殺死個胎作為救孕婦嘅手段。我哋可以諗下，如果個胎嘅頭係冇被壓碎，拎唔到出嚟啦，咁其實個手術就係失敗噶啦。咁所以咧，呢個係屬於直接意圖去殺害無辜，呢一個係絕對不能夠被允許嘅。聽到呢一度，唔知你能唔能夠被說服呢？咁至少 Philippa Foot 就唔得啦。佢望住呢一套理論咧，佢嘅心就好懷疑啊。佢覺得呢個雙重效應原則聽起嚟咧，其實係一種詭辯嚟噶。呢兩個 case 唔係都係犧牲個胎去保存個孕婦咩？點解切除子宮係合法嘅副作用，而壓碎個頭骨就係謀殺呢？到底呢個係咪純粹嘅一種文字遊戲呢？夫子認為咧，呢一個雙重效應原則喺某一啲情況之下會得出好荒謬嘅結論嘅。為咗證明呢一套理論嘅荒謬，Foot決定對佢進行一場壓力測試。於是佢就提出咗一系列嘅思想實驗，其中咧就包括咗著名嘅電車難題。而第一個例子咧係有少少黑色幽默喺裏面嘅。呢個例子咧，亦都有啲人認為佢其實就係電車難題嘅前身之一啦。咁呢個咧叫做卡喺個洞口嘅肥佬。咁我哋要注意啊，呢一個咧唔係大家後嚟熟知嘅一個電車難題嘅變體，即係推個肥佬落去個路軌度阻住個電車，唔係呢一個嚟嘅。卡喺個洞口嘅肥佬咧，呢個故事係咁樣嘅。有一班人咧就去到洞穴嗰度探險。咁結果咧就遭遇到洪水，咁於是啲水咧就上漲啦。咁呢班人就好搏命啦，就衝向個出口嗰度啦。咁結果跑去最前面嘅嗰個人咧係一個大肥佬嚟嘅，又因為可能體型太大啦、太緊張啦，結果咧佢就卡咗喺個出口嗰度，佢出唔到去啦。後面嘅人亦都出唔到去，而水位咧亦都越嚟越高，就嚟咧令到其他人都浸親。咁如果唔整走呢個肥佬咧，咁所有人都會浸死嘅。而咁啱得咁巧，呢一班人手中咧居然係有炸藥嘅。咁問題就嚟啦，到底呢一班人可唔可以用佢手中嘅炸藥去炸飛嗰一個肥佬，打開呢個通道嚟救自己呢？定還是應該乜嘢都唔做，大家一齊浸死呢？咁如果我哋強行運用呢一個雙重效應原則咧，咁其實呢一班人咧都可以話，咁我哋係冇意圖咧去直接殺死呢個肥佬嘅，我哋嘅意圖咧就係個洞口塞住咗啊，所以我哋決定炸開呢個塞住嘅洞口咯。咁至於嗰一個肥佬會死咧，其實只係一個遺憾嚟嘅啫，就係我哋遺憾地預見到呢一個副作用。咁聽起嚟咧，呢個完全係好荒謬啦，係嘛？Foot話呢個完全就喺度 bullshit 咋。如果我哋將一個人炸成碎片，咁我哋又點能夠扮我哋冇意圖去殺佢呢？因為炸開個洞口同炸飛個肥佬呢件事呢，其實係靠得太近啦，
Fuchs 認為我哋需要更加精確嘅測試，以致我哋可以揾出我哋道德直覺嘅邊界。於是咧，佢就搬出咗電車難題同埋一個對比嘅思想實驗——暴徒與法官。咁我哋先睇下暴徒與法官到底係一個點樣嘅思想實驗啦。個情況係咁嘅，咁我哋想象一個法官咧，就面對住一班暴徒，呢班暴徒咧就要求揾出一宗罪行嘅罪魁禍首，判佢有罪。咁其實個目的都好正直嘅，咁但係佢哋嘅行為就唔係太好啦。佢哋咧就捉咗5個人質，就要挾個法官話：你一定要揾個兇手出嚟處死佢，否則咧我哋就會殺死呢5個無辜嘅人。法官咧係知道根本係揾唔到呢個真正嘅兇手嘅，咁但係佢可以點做啊？佢可以求其揾一個無辜嘅人，然之後捏造一啲證據判佢死刑咯。只要殺一個無辜嘅人，咁就能夠拯救嗰5個無辜嘅人質。法官應唔應該咁樣做呢？我相信我哋大部分人嘅道德直覺都話俾我哋聽，係唔可以咁做噶。呢一個完全係一種陷害，係謀殺嚟噶。而第2個案例呢，就係我哋講嘅電車難題啦，係咪？你就係個司機啦，跟住個剎車又失咗靈啦，係咪？你可以決定直行撞死5個人，又或者轉向，咁轉向就會撞死另一個人。咁喺呢一種情況之下呢，大部分人嘅道德直覺呢，都係個司機可以決定轉向嘅，甚至有啲人會話你應該轉向嘅，因為你可以撞一個人嚟救5個人。我哋道德直覺上面嘅差別呢，先係 Fuchs 佢想要問嘅核心問題：點解喺法官呢個 case 裏面，殺一個救5個係錯嘅，但係喺電車呢個 case 殺一個救5個卻係啱嘅呢？如果我哋做一個簡單嘅計算嘅話，其實呢2個 case 都係死一個救5個喎。喺呢個時候咧，雙重效應原則咧，似乎係可以解釋呢一種狀況嘅。喺法官呢個 case 咧，法官係必須要有意圖咁樣處決一個無辜者噶。嗰一個人嘅死咧係手段嚟噶。如果你唔處決一個人咧，咁嗰啲暴徒就唔會放過人質。咁呢一個咧就違反咗雙重效應原則，所以係唔能夠咁樣做噶。但係喺電車呢個 case 裏面咧，司機嘅意圖其實只係想要從嗰個有5個人嘅路軌轉開，而至於分岔路上面嘅嗰個人呢，其實佢被撞死都係可以預見嘅副作用嚟嘅啫。如果嗰個人咁啱走咗，或者其實佢係超人嚟嘅，話撞完之後唔好事，咁個司機都好開心嘅。司機咧係唔需要佢死嘅，就算佢冇死到咧，一樣可以救到5個人嘅。咁所以呢樣嘢咧係符合雙重效應原則嘅。咁於是呢個行為係被允許嘅。就咁樣睇咧，雙重效應原則似乎係成功解釋咗我哋嘅道德直覺噶。咁唔通佢其實係啱嘅？Fuchs喺呢一度咧，決定再搬出一個思想實驗，以挑戰呢一個雙重效應原則嘅最後防線。呢個思想實驗就係致命氣體。請想象以下呢一種情況：喺一間醫院裏面咧，有5個重症嘅病人咧危在旦夕啦。咁如果唔理佢啦，咁佢哋就會死啦。醫生就發現咧有個方法去救呢5個人嘅，而呢一個方法咧就係喺現場製造某一種好特殊嘅化學氣體俾佢哋吸入。但係咧製造呢一種氣體咧就會有個無可避免嘅缺陷，佢喺運作嘅時候咧就會排放一啲劇毒嘅廢氣，而呢啲廢氣咧會透過通風管直接排放到去隔離嘅病房，而隔離嘅病房咧就有一個完全冇辦法移動嘅病人。如果我哋決定開啟個機器製造嗰啲特殊氣體去救嗰5個人咧，咁隔離嗰個無辜嘅病人咧就會俾嗰啲廢氣毒死啦。而如果我哋決定唔開個機器，咁嗰個人就自然會冇事啦。咁但係嗰5個危在旦夕嘅病人咧就會死啦。咁依家咧我哋就可以將雙重效應原則咧套用喺呢一個 case 裏面，我哋會發現咧似乎會得出一個有啲違反我哋直覺嘅結論噶。醫生開啟嗰個機器嘅意圖咧
係為咗製造個救命嘅氣體去救到5個人。而至於喺隔離病房嘅嗰個人，佢嘅死呢，其實只係醫生遺憾地預見嘅副作用嚟啫。醫生呢係唔係有意圖想殺死佢㗎？而嗰個人嘅死呢，亦都唔係救呢5個人嘅手段嚟㗎。如果隔離嗰個人呢咁啱係免疫毒氣嘅，係嘛，佢唔會死嘅。咁其實個醫生呢就會好開心啦，並且依然其實係可以繼續成功咁救嗰5個人㗎嘛。咁所以根據雙重效應原則嘅邏輯咧，醫生係可以開啟個機器去毒死隔離嗰個人嘅。喺雙重效應原則嘅邏輯結構之下咧，致命氣體呢個 case 同埋電車難題呢個 case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兩者咧都係為咗救5個人嚟採取行動。雖然預見到會導致1個人死亡，但係嗰個人嘅死咧，其實係副作用嚟嘅啫，就唔係手段。所以如果雙重效應原則係啱嘅咧，咁唔單止個電車司機可以決定轉向，個醫生咧都可以決定毒死隔離嗰個人。但係讓我哋真誠咁樣問自己啊，我哋係咪真係同意呢個醫生係可以咁樣做嘅呢？我哋係咪真係同意呢兩件事係一樣嘅呢？我哋會大概覺得咧，司機嘅轉向咧係無奈之舉嚟噶，佢都冇咩其他辦法噶啦。但係如果醫生為咗救人，就將毒氣灌落去隔離嘅病房嗰度，去害死一個無辜嘅人，唔通呢一個唔算係一種謀殺咩？呢一種唔係同我哋喺街上面求其捉一個健康嘅人，跟住摘取佢嘅器官去救人一樣咁荒謬，一樣咁令人髮指咩？夫子認為咧，我哋嘅道德直覺係會話俾我哋聽，為咗救5個人嚟毒死1個人咧，呢件事係錯嘅。咁但係雙重效應原則咧，就話俾我哋聽，係啊，係可以咁樣做噶。咁證明咗乜嘢啊？就證明咗雙重效應原則係錯嘅啦。佢雖然似乎能夠解釋電車呢個 case， 但係佢就唔能夠解釋毒氣呢個 case。於是 Foote 就認為意圖同埋預見嘅區別咧，其實唔係我哋做道德判斷嘅關鍵嚟嘅，一定有一啲更加深層嘅原則係話俾我哋聽，點解個司機可以決定轉向，而醫生唔可以決定放毒氣。Foote 認為咧，真正嘅關鍵唔係喺我哋腦裏面嘅嗰個所謂意圖，而係在於我哋嘅行動同埋嗰個傷害之間到底有乜嘢關係。Foote 提出嘅終極解答就係主動咁樣做啦，同埋允許一啲嘢發生嘅差別。呢樣嘢咧就牽涉到倫理學上面2個非常重要嘅概念，就係2種義務嘅區分啦。咁第一種咧係叫做消極義務嘅，呢個義務指嘅咧係人係有義務唔去傷害一啲人嘅，例如我哋唔應該殺人啦，唔應該搶劫啦，唔應該放毒氣啦。呢一種咧係一種唔去做嘢嘅義務嚟嘅。而第二種咧係叫做積極義務，呢樣嘢咧係指我哋有義務去幫其他人啦。例如係救急扶危啊，或者捐錢俾窮人啊咁樣。呢一種咧係一種主動救助、伸出援手嘅義務嚟嘅。Foote 嘅核心原則咧係非常簡單嘅，就係消極義務係永遠優先於積極義務嘅，即係唔傷害咧係永遠優先於主動去救助嘅。換句話講咧，我哋係冇權利為咗救5個人咧，而決定咧去傷害一個無辜嘅人嘅。不作惡嘅權重咧係永遠大於行善嘅。咁所以我哋可以點樣解釋毒氣嗰個 case 同埋法官嗰個 case 啊？咁喺毒氣嗰個 case 咧，我哋嘅目標咧的確係為咗救人嘅，而呢個係一種積極義務。咁但係為咗完成呢個目標咧，我哋就必須排放一啲毒氣去殺死一個無辜嘅人。咁呢樣嘢咧就違反咗消極義務，因為唔去傷害係大於救助人嘅義務啊嘛。咁所以我哋都唔能夠主動去傷害人啦，所以我哋唔能夠放毒。咁法官呢個 case 咧都係同樣嘅道理，
我哋唔能夠為咗救人質就決定咧去陷害一個無辜嘅人嘅。咁呢樣嘢咧，似乎更加能夠解釋我哋嘅直覺。咁但係我哋又可能問啦，咁電車司機又點解可以決定轉向啊？我哋要記得喺 Foote 嘅版本裏面咧，我哋就係嗰一個電車司機，我哋咧已經喺嗰一架失控嘅電車上面啦，我哋已經冇辦法從傷害人嘅因果鏈裏面逃離噶啦。如果唔轉向咧，我哋就會撞死5個人。咁呢一個咧就係違反緊消極義務咯。如果我哋轉向會撞死一個人，咁同樣地咧都係違反緊一個消極嘅義務噶。咁所以喺電車呢個 case 裏面咧，司機所面對嘅選擇其實唔係救人 versus 殺人，而係傷害5個人定係傷害1個人呢？而呢兩個選項都係消極義務嘅衝突嚟噶。咁當我哋被逼喺兩個傷害之中選擇一個嘅時候，兩害相衡取其輕嘅原則咧就顯得尤其重要啦。傷害1個人顯然係比傷害5個人冇咁差，冇咁壞，甚至我哋可話相對上比較好嘅選擇。咁依家咧，我哋手上就有一套比雙重效應原則更加有效嘅工具，咁就係消極義務優先於積極義務。Philippa Foot 喺論文嘅最後，將呢一套工具帶翻去佢最初想解決嘅問題，就係墮胎問題啦。醫生面臨嘅選擇係救個孕婦啊，定係唔去傷害個胎兒呢？根據我哋喺毒氣呢個 case 同埋法官呢個 case 裏面得出嘅結論呢，其實我哋唔能夠為咗救人去殺人嘅。咁所以呢 Foote 其實係得出咗一個今時今日好多人都未必認同嘅結論嘅，就係如果我哋喺道德上承認胎兒都係人呢，咁即使為咗救個孕婦嘅性命呢，我哋都唔能夠主動咁去殺死個胎兒嘅。咁呢樣嘢聽起嚟呢，其實係同天主教教會嘅結論呢係一樣嘅，的而且確係咁噶。咁但係 Foote 嘅貢獻喺邊度呢？佢證明咗呢，我哋唔需要用一個比較奇怪嘅雙重效應原則呢，都能夠得出呢個結論。我哋唔需要去問一個好棘嘅問題，我哋係咪特登要殺死個胎兒嘅呢？我哋係可以誠實咁講，我哋唔能夠殺死個胎嘅，因為我哋有不傷害無辜嘅絕對義務啦。咁當然啦 Foote 嘅呢一個結論呢，其實有一啲前提我哋係可以討論嘅，例如第一啦，到底我哋是否承認胎兒係人啦？即係生物上佢當然係一個人嘅種類啦，係嘛？咁但係佢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有人權嘅人呢？呢個我哋可以討論啦。另一個可以討論嘅嘢就係，如果個胎嘅存在本身就係對個母親生命嘅危害，咁似乎我哋都可以去討論，到底個胎算唔算係一個完全嘅無辜者呢？咁但係呢一啲咧，都係另一啲好複雜嘅議題，我哋今日咧就先唔去討論啦。講到呢一度咧，我希望可以令大家對於電車難題咧有一個全新嘅認識。電車難題嘅重點從來都唔係講緊5大於1嘅呢一個簡單道德計算，相反呢個思想實驗其實係為咗話俾我哋聽，喺絕大多數嘅情況之下咧，簡單咁樣計算個結果咧，其實係行唔通嘅。佢提醒咗我哋身為人類，我哋係有一條不能夠跨越嘅底線嘅。我哋唔能夠為咗做好人啦，為咗救世界啦呢啲積極嘅義務咧，而決定去傷害一啲無辜嘅人，令我哋嘅雙手咧沾滿嗰一啲無辜者嘅血，因為咁樣係違反咗消極義務嘅。除咗好似電車司機嘅嗰一種已經身陷絕境，無論點樣做都會造成傷害嘅悲劇時刻之外咧，我哋其實係冇權利咧去決定邊一個應該犧牲，邊個唔應該。感謝大家咧今日同我一齊讀 Philippa Foot。如果咧你都中意呢一集嘅內容，希望你可以 like 咗呢條片，訂閱呢個 channel，
同時亦都歡迎你將呢一條片咧 share 俾你身邊嘅一啲可能有興趣嘅朋友，亦都希望你可以留言話我知你對於電車難題啦或者墮胎問題嘅睇法，又或者如果你有啲想一齊談論嘅哲學問題，亦都歡迎你留言話俾我聽。我係 Kat，我哋下次再見，拜拜。